找花向宇。我也希望他不在这里。其实你特别希望见到他，对吧？梯子在那边。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我要洗澡了，出去帮我把门带上。你先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。我不想离开上海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一听说特密组清除了很多间谍，我有多担心？先离开吧，这儿太危险了。你脖子怎么了？是不是他们对你下手了？已经过关了。是因为我吧？别傻了，跟你没关系。对不起。送给你。要是我们能过平凡的生活就好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好像有什么行动，但是你和我被排除在任务名单之外了。知道。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行动？你的伤还没好，你暂时休假，可以回家休息了。谢谢。
你先看看这个。谁干的？这次找你来，有一个比复仇更重要的任务。佐藤浩二。对，天皇特使，明天抵达上海，将会和汪伪政府密谈一笔军火交易。一旦谈成，国军正面战场损失将无法估计，所以要派你去刺杀他，而且任务必须完成。任务完成之后，你去东亚旅馆，会有人接应你，帮助你离开。红儿呢？美薇明天也会封锁。在这4个狙击手过来，收到可靠消息，明天会有人来暗杀。这次又是佛手，最好是他，我会让他插翅难逃。处长，我们的行动特别组已经知道了，他们正在严密布防，行动是否继续？我知道了，等我命令。是陆枫打来的吗？最新的行动有些棘手，你们先暂时留在上海，待命。处长，陆枫已经暴露了，
他一个人行动太危险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行动继续。是。收到可靠消息，明天会有人来暗杀。哥，到底是什么任务？海上，目标是谁？不能说。你一个人？怎么会没有后备人员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郝飞，这次任务比较棘手。如果我回不来，你必须得回来。我不想骗自己。如果万一我回不来，你帮我照顾华夏雨。我是不会帮你的，你自己回来照顾。白头了。
你躲我？没有，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？还好。到底什么任务？我跟霍飞可以帮你。这次任务是绝密，只能我一个人完成。一个人，没有后援。你不用担心，没事的，我会回来的。走了。报告，天皇特使还有15分钟到达。确认狙击位置。是。1号位置请确认。安全。1号位置安全。2号位置请确认。2号位置安全。3号位置请确认。3号位置安全。4号位置请确认。安全。4号位置安全。车队还有1000米到达。最后确认狙击手位置。是。1号位置请报告。安全。1号位置安全。2号位置请报告。安全。2号位置安全。3号位置请报告。安全。3号位置安全。车队进入，还有300米到达。确认4号位置。是。电话没人接。再打。还是没人接。
车队已经进入政府大楼广场，还有100米到达。跟我走。陆枫，处长，任务完成，但我暴露了。你没有去接头地点，那儿也暴露了，而且我中枪了，一个人现在很难逃出去，请求支援。现在派人过去只会暴露更多的人。只能靠你自己了。还记得幽灵法则吗？处长，别放弃我。
谁能解释一下佐藤浩二的死是怎么回事？刺杀佐藤浩二，打乱了校长在正面战场的部署，校长很生气，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？都不说话。进来。局长，上海方面来电。念。经查明，刺客为特密组高级特工，与我方无关。都坐下。邓处长，报告局座，据我们截获的情报，南京政府明确，这次刺杀行动是重庆政府所为，并指出这个刺客是我们的卧底，叫陆峰。这个陆峰是不是我们的人呢？我们已经跟沈处长，知道您不会接我们的电话，所以上面专门派我来接你。把枪撂下！把处长放了！你想造反吗？我让你把处长放了！我让你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。护送沈处长。留步。进来。你找我？陆峰在行动中受伤了，在哪儿？木材厂附近的仓库。我现在去。等等，你去的任务不是营救，是庆祝。您确定让我去杀他，而不是救他回来吗？处长，重庆那边肯定搞错了。陆峰是我们的人。陆峰在日本做过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命令。不管怎么说，
我是不会去杀他的。这么说，你是拒绝执行命令了？是，我拒绝这个命令。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？我知道，无所谓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去杀陆枫的。如果你不去，我只能换华香宇了。处长，处长，处长，你别忘了，你是幽灵的人，华香宇也是。我只能说，陆枫的命运是早就注定的，现在是帮他解脱。如果你不肯，还会有其他人去做。但你要知道，你不杀陆枫，就会有人杀你；华香宇不去，也会有人杀他。同样，陆枫还是摆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，其结果是一样的。幽灵法则你应该清楚，终身追杀，直到目标死亡。你自己选吧。陆枫是谁？佛手的人。佛手在你身边安插了这么大一只老鼠，你竟然没发现？他正在接受政审，我已经查到他了。你的军令状不是一张白纸。我只要3天时间。3天。你真的知道后果吗？你有2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。3天之内，务必抓住那个叫陆枫的，活的不行，就要死的。是。还有那个佛手，我就不信，他还能从魔修成神。你们干什么去？给你当助手。我不需要。你去跟主任说。进来吧。陆枫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？这是你该问的吗？那能不能告诉我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他回不来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粒沙子，渺小的微不足道，但要推动历史前进，
做出牺牲是必然的。处长，陆枫是被命运选中的人，他没有选择。我一定要救他。来不及了，他已经在去往地狱的路上。处长，找到陆枫了。快走！特密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。